想问一下啦，30岁的你们啊，是不是每一天都是做工、放工，回到家就躺在床上，然后明明很累，但是你怎样都是睡不着，然后你就会开始想，我今天是不是哪里做得不够好？这么你的朋友可以做到好像很成功这样，但自己也好像什么都没有做到。有时候要休息一下，也是会有那种罪恶感，突然觉得我是不是这样太颓废了。以前我也是这样啦，觉得30岁过后的焦虑啦，是因为我不够努力，所以我输给人家。但是我最近真的是看开了，我们不是做得不够好，我们太想活得正确，我们把自己逼成一个不能出错的机器来的，结果嘞，自己活得很累，怕这个啦，又怕那个了。讲真的嘞，人生它是拿来体验的，它不是考试来的嘞。我们不需要每一科都拿 A 的，也不用活成别人的标准答案啊。现在我是觉得啊，30岁的女人呢，我们可以允许自己慢一点，乱一点，放过自己啦，你已经很好了。